多的支持柯市长的人哈，默默的都在替柯市长做准备。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现在其实蓝绿这两个候选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也背离了很多的民意，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柯市长能够超越这个蓝绿，然后呢真正做一个独立的候选人，然后能够符合我们选民的期待。那我觉得他跟谁最好？无一定爱小人对，等当选再拍算啊。他说谁能够对台湾有帮助的？对台湾上有帮助，会上合作，迄个上好。我嘛唔知啥，即摆也佫唔知。敢有听讲向有来甲伊参详还是？无啦，是要参详，哪有人这个代志讲，无法来做啥好，无可能啊！唔通安尼，人拢足有年纪，足有，阮拢嘛，阮拢嘛。